欢迎转到现场。基本日咧，后空比报吼，报本大家第一咧，就喺客家电视台吼，纪录片《郑安发通》哦，1394大戏路吼，1394大戏路也就郑安发通地度咧，主要吼就係希望吼，當到無論係對養傷吼有興趣，還係拍養傷吼拍紀錄片當久嘅導演吼，就做得老幾啊條嘅養傷咧，做得啲另外一個平台吼，就係客家電視台來做嚟播出咯吼，本行卡多嘅人吼知道唔拍嘅感動人嘅故事啦，係冇？每發只就係啲當到嘅影展啊，還係啲嘅放送費看得到聽聽，多一咧吼播出嘅平台咪係多一次嘅露出啦，係冇？唔講吼一擺啊吼，客家電視台啲今年吼，啲今年咧宣傳當中吼有乜冇共用嘅地方冇？今年我哋客家電視台想要特別加強就係客家元素一個東西，因為我哋係客家電視台嘛，故所我哋經常講多收集一點客家電視。客家人嘅樣相跟伊嘅記錄，就無論係人啊，還係事物，還係就係文化安尼。嗰時我哋今年會想講，係我哋分享客家人去做客家嘅觀點，客家觀點嘅拍片嘅，嘛分享嘅唔係客家人，就像古龍導演安尼嘅，伊用唔係客家人嘅身份去看客家嘅問題。希望色彩冇確定，拍嘅東西係客家嘅東西冇，唔係做得跟人家樣片，配成客語啊，就係人樣片。青色嘅樣片地度就有客語呀嘅元素，冇聽錯係客家的元素，就有一啲客語嘅元素地度出錯嘅。係錯，嗰時我哋今年應該宣傳的方向會比較宣導這個東西。我哋呢宣傳的平台，我哋咩分享嘅有學校啊，係冇有單位想要跟我哋合作嘅，做得來請我哋，就向下來參加一個活動。我想講，我哋客家電視做得嘛做得對人像我去學教啊，我嘛做得就係去技術指導，係冇去宣傳講，跟人講，我用嚟參加一個活動，佢嘛係做得。因為啊，1394大戲路啊，鄭安發通吼，到今年已經9年嚟啦，吼，有當到冇共用嘅宣傳嘅方式，其實就有啲嘅從事。像呀，頭擺嘅時節可能社大啊，還有影像班，咩冇聽說會知道呀嘅發通咩，都也下唔是去講吼，就有當到嘅欣賞，可能就會老家條嘅作業啊、作業啊吼，就準做吼，迄拍嘅好嘅話吼，就做得天數啊吼來報名啊，客家電視台咧，就係鄭安嘅發通啊，對即個咩係咧真好嘅經驗啦，係冇？其實對對啊，那好嘅拍片嘅人來講，因為伊係新手嘛，故所我哋1394嘅一個平台對人來講係輕重要嘅，因為對一個平台，因為伊呢一個樣片俾播出嘛，伊又有獎金做得拿，故所有幾多年，伊呢自信心就喺一個平台，一個發通地俾你簽到，唔用嘅。可能伊參加一個活動以後，伊就會長期做記錄誒，伊就會喺伊啊人生規劃底部就有一個拍片嘅計劃，就有啲動力啦，係冇？就有啲動力。就當中係太家己做一件事情嘅時節吼，做也唔伫去做嘛該，唔過知道嘅因為我有咧拍片吼，我來參加比賽，比賽又有咧期限有冇？到那時就截止咧，故所就有咧當中嘅比制，那時會結束啊吼，呀1394大戲路就變做當到吼新嘅導演伫拍片咧，啲親密嘅成果展嘅感覺。你剛才沒有講到吼，也咩做得吼變做當到嘅新嘅導演吼，佢就會鼓勵。還有佢哋嘅成就感吼，也部分吼，係唔係古龍嘅導演吼，咩親有感觸吼，係冇？真的是確實是這樣，就是其實我們在上課的時候，那個老師是有一直提醒啊，是說我們其實不要以去參加比賽啦、得獎當做你的唯一的目的，就是事實上你想講的東西，那個能不能就是讓更多人看到，這才是重點。那我覺得就是客家電視台辦這樣子的參賽啊，我覺得是很棒的，因為他當然就是我能夠幸運的入選，我當然是感到就是
很高兴这样子。就是我讲的东西，原来大家也觉得不错，有感同身受啊，有感同身受。可是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它确实是让我想讲的东西有更多的露出。那不是我想讲的，而是那个主题本身被露出。譬如说跟学客语这件事情有关，那母语流失的问题。对，也许像我岳父岳母他们受到一些影响，有一些改变，那搞不好有更多人也因此改变。那我觉得那是更棒的这样子。对，就是他后续的影响力，让上力吼，嘿大家可能会上唔到的啦吼，让咩迄做底本土言伊咧，啷个咧鼓励就错嘅。唔讲爱同乡嘅地呢，就係唔扑睇呀。好客发做嘛该高效吼，请一开始的时间吼，讲迄你的作业没，你的作业19分钟没，扑好高效吼，你不卡低度啊吼，你不卡你底下看的时间，岳母啊、岳父岳母还有阿太有100岁阿太哦吼，加到看高效吼，自家有冇甲反应冇？我还记得第一次播放的时候还蛮好笑，就是大家因为看到自己在那个我们在用投影机放的嘛，所以大家看到自己在荧幕上，大家就乱哄哄笑一团那样子。那其实大家是还蛮高兴的，就是说我可以把它变成一部片子。不过就是像我岳母一开始就说，其实他觉得就是很有趣，可是就是觉得这东西真的可以去拿去参赛吗？甚至可以拿去电视台放吗？有这样的怀疑这样子。不过后来就是他后来反而倒过来鼓励我这样子，就是说，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发展其他的计划，比如说拍我们家的阿泰这样子。对，他觉得这个阿泰生命故事很值得拍。那到底他最后会被用什么样的叙事方式来呈现？我现在也不知道。对啊，那会不会是可以被公开播映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觉得就是至少对家族是很有意义的这样子。对。唔讲吼，啲底度吼，咩有咧像迄主角嘅感觉就会稳同啊，佢看高效佢有乜嘅感觉？对，文彤很好玩。文彤他第一次看完之后，他当然就很不好意思这样子。他看得懂片中的意思吗？我觉得应该看得懂，因为他是那天播映完之后，就是主动跑来告诉我说，一仗，我觉得我看了好想哭哦，然后很感动这样子。然后我说那是哪个地方？他说他也讲不出来。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那个影像的力量，它不一定能让你讲得出什么，因为年纪还小嘛。可是他确实有抓到了一些什么东西的。可能佢讲唔出来。对。不过佢看到就知道东西会叫就错嘅，可能喺影片啊，我啲天师后面会按讲咯。有可能。按定影像有冇？你讲英文讲到按好，按你咁讲，咩有可能啊？有可能。因为太家吼，家知道吼，就像呀桂龙透演吼，佢嘅作品底度，大家看到可能係咧 home video。就係家庭底下拍嘅，因為只也下吼影樣機啊，含係翕相機吼，用相機啊，無聽錯一千高級嘅翕相機就做得拍當好嘅樣片嘅咩吼，拍嘅高效咧，可能就啲天羅風。天羅風存下來咧，我存動久哦吼，無年去整理嘅話吼，可能就會松拜生日的時間啊，拍嘅樣片啲內容，可能嗰時候經過呀剪接啊、整理過後，變做一個完整的樣片吼，真會有人去欣賞。可能喊拜嘅時間吼，有上次做得來看一下吼，來有上就係岳母啊，某一萬年嘅話吼，就看到啊，某年我來學下巴嘅時間吼，有年啲新年嘅啲講學下巴做乜嘅時，我有樣片咯，就這樣學下巴做乜嘅，就做得本人看一下，你就知道吼，冇學下巴吼，會有乜嘅問題，係咪要懂到嘅你就會反省啊、省思做得本太家上，可能要唔係從呀。語言嘅問題、母語嘅問題、念書嘅問題吼，透過呀樣片吼，樣片其實係有佢嘅力量嘅啦。喺看嘅時間就冇聽錯愛唱欣賞安尼啲講嘛，介意強用吼學下法又極好嘅，學落法又極好啊吼，唔是自家啲看樣片，就像文同自家又叫又笑，係唔知自家笑嘛個係你叫嘛個，唔過就。代表吼，佢自家有咧感觸就錯嘅。啲呀9年來吼，係唔係小學裡面可能懂到，因為自家咩有啲拍紀錄片咩吼，冇聽說係新導演，含係就會拍動久種強用吼，請怎樣嘅紀錄片咧導演來講，係唔係佢條嘅紀錄片本大家呈現咧係有就像桂龍導演講嘅強用，就係大家看到有感同身受，有感觸係真重要嘅。
系啊，因为其实纪录片也个东西，就是唔爱本看到的人心有所感啊，应该系唔嘛做得叙述一类事情，不过伊底部一定要有头演一个观点，还有唔爱讲嘛嘅，佢讲嘛嘅就轻重要的，伊就拉出的嗰种嘅 home video 跟影像，你做得播出的影像嘅差距嘅，有青岛 home video 其实冇整理的时间啊，你看唔出来伊都带上爱讲嘛嘅，杂乱无章安尼感觉就错嘅。错，故说伊咧好嘅样片唔爱。表面自家嘅真理，还有自家嘅逻辑，还有自家爱讲嘛嘅。啊，讲唔讲嘅事情，人谈嘅什么？啊，谈嘅事唔爱讲嘛嘅，迄冇就一定要有感触。就像鬼龙头演也摆就係好多青島嘅就係留伊咧故事講完整係冇，某一把就可能係也鋪一系列，啊嘅鋪一系列安尼。唔過吼，尾我老太家講一下就係吼，我來參加1394大戲路吼，因為係啲天絲風播出嘅吼，聽說要有佢嘅規範嘅吼，也規範可能要我來遵守一下係冇。今年我哋係相同係15分鐘嘛，啊唔過我哋數到。我哋9月30號，每一年呢9月30號，我哋會有一個截止嘅日期啦。嗰時就係到今年嘅2014年嘅9月30號離職就錯嘅。啊，觀眾朋友想去報名嘅，你做得上岸嘅呢客家天師網站當個有嘅報名表，啊，你做得填好報名表以後，跟嘅光碟 DVD，還有資料片基本案嘅，真主要可能半天的問題吼，同意書咪去簽好來啦吼。係，錯就係人影像跟像用嘅騙人嘅影像，係冇用嘅騙人嘅歌曲，你做得愛簽嘅騙人嘅同意書，還有嘅受訪者同意書，就係唔破嘅伊愛同意不唔破。就也條東西會準備好就錯嘅。嗰時候咧吼，大家想我看到吼，去年吼以前嘅作品吼，就係第2禮拜3月出版，按部吼7點半嘛吼，7點半開始吼，就係連電吼，要播出6鋪咩吼，6鋪就係60禮拜就會播出。是喺3個禮拜。哦，3個禮拜。一禮拜播2集。哦，一禮拜會播出2集嘅內容就錯嘅，播出3個禮拜哦吼，就係2禮拜6吼，按部7點半大家做得好來看一下客家電視台哦吼，就做得欣賞到嘅，加下有講到莫強用嘅6鋪嘅作品哦。今日後尾同感謝就係討厭，還有小軒來到現場來大家分享按到。什麼顏紫色？什麼大家？什麼大家？好，大家等下就做得聊一下，聽你線上向下來做運動了。